即便28第7节安樣講到，上帝都係我嘅力量，都係我嘅盾牌，我嘅心裏相信佢，我嘅心中裏歡喜快樂，因為到佢幫持我嘅求你的讚美佢，因為到我依靠佢，我嘅求你感恩對上帝，因為佢我嘅盾牌。我嘅力量，所以讓人自家要求上帝，要依靠上帝，才三倍你得到。那還有一段經節樣講出家的約翰福音8:31-32，讓人講到係講你一切在我嘅話語，你真正係我嘅學生。那然後你對呢個真理，因為到呢個真理帶你。脫離嗱，係咪你哋心中你哋相信上帝嘅話語，相信上帝嘅福音，呢個福音能帶自家脫離，脫離從咩呢？第一都係本隻罪惡達到嘅方面，自家脫離從隻罪惡，然後問題痛苦煩惱，各樣嘅生死纏到自家，比如講受理，比如講擔心，比如講糾結，自家能夠脫離透過嘅話語，阿三你係相信。嘅話語，嘅真理，帶大家脫離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